井號香港資金持續外流的經濟後果分析井號一經濟生態系統的抽水機效應。若資金持續外流，香港經濟將面臨類似抽水機抽乾池塘的系統性風險，金融市場萎縮，6萬億港元市值，企業融資能力將受重創。中小型科創企業可能因 IPO 市場冷卻而無法籌資，創新動能停滯。債券市場亦受波及，2023年香港債券發行量須增長 7%。政府基建項目，如北部都會區，恐因融資成本上升而延宕。聯繫匯率壓力，港元與美元掛鈎的機制將面臨考驗。若資金外流規模擴大，金管局需動用外匯儲備干預匯市，如2020年買入500億美元支撐港元，但儲備有限。此情景類似水壩泄洪，匯率防線可能崩潰，觸發利率飆升，如1998年金融風暴期間拆息一度達300%。本地消費與服務業衰退，資金外流加劇消費萎縮。2024年香港零售銷貨值按年跌7%。若中產階級財富縮水，如股市、樓市雙殺，高端消費如奢侈品將進一步崩潰，導致海港城等商場空置率攀升。消費市場如同缺油的引擎，資金是潤滑油，最終引擎停擺。房地產市場螺旋下跌，2023年住宅樓價下跌 15%。發展商投標土地意願降低，政府賣地收入佔財政收入 20% 將銳減，形成賣地少基建縮經濟差樓價跌的惡性循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負資產家庭恐激增，失業率攀升與外勞政策矛盾。2025年5月失業率達3%。若企業因資金短缺裁員，而政府仍輸入外勞，如計劃新增1萬名內地技工，本地基層勞工將面臨職位替代與薪資壓縮雙重打擊。勞動市場如同搶椅遊戲，外勞衝入市以指職位更少，本地工人最易出局。人才與資金相失血，高端金融人才可能隨外資撤離轉投新加坡。2023年新加坡資產管理規模增 20%。內地資金需通過港股通支撐市場，但2023年南向資金流入同比減 20%，顯示信心不足。離岸人民幣樞紐功能弱化，香港處理全球 70% 離岸人民幣支付。若資金外流導致流動性下降，企業可能轉用新加坡或倫敦結算，削弱香港獨特優勢。監管信用受損，1998年與2023年金管局干預市場的行動需穩定匯率，但若頻繁動用非常規手段，如買股托市提高融資成本。井號5政策應對的兩難困境1，財政手段受限，2025年財政赤字預計擴大，若發債度日。2，貨幣政策自主性喪失，聯繫匯率制下，即使本地經濟衰退亦無法降息刺激，形成經濟冷卻被迫緊縮的悖論。從抽水機到活水循環的轉型契機，資金外流若持續，香港將從國際資金池淪為乾涸水洼。危機亦是轉機，避免社會動盪，加速產業升級如金融科技、綠色經濟，以高附加值產業吸引資金回流，深化大灣區融合，將外流壓力轉化為區域協作紅利，香港方能從資金外流的危機中涅槃重生。